总平均支持率3.544%，郭台铭同志总平均支持率27.730%，郭台铭同志总平均支持率27.730%，韩国瑜同志总平均支持率44.805%，韩国瑜同志总平均支持率44.805%。现在我要宣布，韩国瑜同志以总平均支持率以44.805%排名第一。中央提名委员会、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将把今天的民调结果提报7月17日星期三中常会来审议。这是咱拄则所看到的，这个国民党党部上新的消息咯。另外，伫台南玉井，这个酸亚真啊，起码是大出咯，也吸引到真侪民众要来买。不过呢，确实传出讲有摊商哦，先以1斤12块的价价向这个果农来收购到一寡较歹的这种酸亚了后呢，讲要做酸亚干，然后呢转手以每1斤18块比较较悬的价销卖给游客，或这个果农是气噗噗，讲要来找摊商来理论。啊！你我的条啊，你就袂使安尼大安尼卖啊，安尼就等于害着我啊。正规街农民带人去找打头家理论。啊！你安尼就害着我啊！我为虾米害着你？你有装烂臭的？我是歹吧，就是一定有写水咩？有烂呢？甲头家你一句我一句，因为这批货拢是较歹的货，本来是要摕去做果子干的，结果煞互打头家顶包装过，佮摕来卖。我都无红包身毛，你搁拿红包身毛者，啊！你搁从我的身份证打大遐，安尼才会对。真烦恼卖出去会有问题，因为山野顶的佫有因的产销飘头，农民要求头家袂当佮卖，毋过头家嘛毋体让。山野我这是我这生意我写了完无，今仔摕20万来给我，给我。你浪费我的时间，我来遮爱单位啊租金，爱搁分。会挽起来原因就是这个安心飘头，为着保护民众买的权益，伫台南玉井种山野的农民，搭批货拢会打家己的产销飘头。今麦指控讲头家用较俗的价销收较歹的果子，毋过毋拿飘头无换，佮甲价销压悬继续卖。啊，当下头家嘛有话要讲。家己本身伊卖我12块，啊，迄个经理讲我哪伊卖我台北价，我哪卖人客12块，啊，我要做啥？我要赚啥？我要哪生活？我卖人客18块啊。强调卖出去进前拢会甲人客讲，毋过即摆为着安心飘头的问题，拿农民去找头家理论，尾啊含警方嘛派人过去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社会事有一个查某囡仔伫个网络顶头买一双2900块的名牌运动鞋，收到货了后呢，煞发现讲这寸笑袂下，连这叶仔呢做伙要来退货，毋过迄当时哦，伊袂记将上外壳的这塑胶套甲伊套起哩，致使着这个名牌鞋仔呢直接去念着送货单。事后呢，业者呢以这鞋仔破去为理由，要收590块这个整新的费用，等于讲是鞋仔价销的1/5咯。虽然讲这查某囡仔有承认讲退货时阵无恢复原状有疏忽咯，毋过整新费用590块实在是伤贵咯，伊敢若会当接受200块以内。毋过呢，消保官也表示讲，这鞋盒呢是商品的一部分咯，一定呢爱保持原来的风貌，才会当避免纠纷。真侪民众拢捌有伫网络顶下买新鞋啊，收到了后发现寸笑袂下退货换货经验。毋过若是退货的时阵，因为鞋仔盒有小可破损，结果互业者要求赔偿，你敢会当接受？如果是名牌鞋的话，可能鞋会影响到它的收藏价值，不太合理。鞋合并，我认为它算是包材啊，不算是商品本身。民众赞成甲反对的意见拢有。伫台北市就有一个查某人拄到这款的情形，进前伊买一双2900块的名牌的运动鞋，试穿了后发现寸笑袂下。要退货，毋过伊无用上外口的塑胶袋啊，甲落起来，结果收货的人直接甲送货单粘伫咧鞋仔盒顶的。尾啊，对方收到货了后，就发短信甲退货查某人讲，因为原厂的鞋盒有破损，所以爱查某人付中心经理的钱590块，等于是鞋仔价销的1/5。退货民众不服，问购物平台的服务人员，讲鞋盒粘着送货单的粘价就要收590块，伊感觉无合理。毋过对方煞回讲是无甲
鸭鸭肉落入去塑胶袋仔内底，才会造成鸭鸭破损的。所以这条钱因也是爱收。查某人听完心认家己有所份，毋过也是认为我到实在伤贵啊。若是200块以内，伊才会当接受。实际看卖啊，购物平台顶的有写讲办理退货换货必须爱是全新的，包装爱完整，若无会影响到权利。购物平台解释讲，这个案件鸭鸭甲鸭是一组的，若是鸭鸭破损，商品就要变做福利品来卖，所以才会向消费者收5.9%的整理费。如果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业者要负举证责任，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个鞋盒有500多块的价？消保官提醒讲，伫网络买物件，若是要退货换货，包装嘛要包价甲本来同款，才袂引起一款的纠纷。记者综合报道。伫国民党初选的结果呢，即摆已经是确定哦，由韩国瑜赢。而这个党主席呢，吴敦义即摆也来到党部，咱来去现场看一下现场的消息。好，首先还是谢谢媒体朋友的耐心等候。我们第2阶段的记者会现在开始，我们请我们的党主席吴敦义先生为我们讲话。我们中华民国第15任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在中国国民党办理党内初选提名的过程，采取用全民意调查的方式来确定要产生本党的候选人。这应该是许多年来中国国民党对于党内的总统、副总统的初选采用最公开，而且参与的人数最多，并且所有的过程最透明啊！我觉得透明也是一个特点。过去的选举或者初选其实也是很公正，历届以来没有什么不公正的事情。那这一次是采取最公开的方式来举行啊，几乎透明到可以让我们全国的国民都看得到。所以非常感谢，在过程当中我们有中央协调小组，我要谢谢曾永权召集人，他也是本党副主席兼秘书长，还有选监小组，还有民调的处理小组，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辛劳，以及我们全国民众在公开的民调当中表达了意见，我要特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在这个同时，我要感谢5位参与的候选人啊，无论是在我左手边的周习伟前台北县长，这给他鼓掌。张永忠张教授，我们还有其他2位啊，朱立伦前新北市市长，还有郭台铭郭董事长，以及顺利的通过第1关的，我们今天要特别恭喜的韩国瑜同志。黄德武，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能够产生第1关的这个人士啊。我看到萧景田中常委，我也要感谢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全体中常委。江岭我也要感谢，星光也要感谢，范成远我也要感谢，赵平我也要感谢，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叶玉兰教授我也要感谢。
不是中常委，但是重要的程度不少于中常委，因为你是考纪委员，叫警察大学的教授来管考纪最好，最好。还有感谢各位，我说不出的感谢。你看，还有我们刘胜良同志，他也是退休军公教警消人员总会的，理事长还是总会长？总会长，我们要给他鼓掌一下。在这里我就不要一一的称呼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全国同胞对中国国民党这一次采用全民调的方式产生第一关，我们中国国民党所提名的总统的提名候选人。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简短的报告就到这里。除了谢谢，还是谢谢，还要再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台北县前县长周习伟同志为我们讲解。吴主席，曾副主席、郝副主席、亚中兄、国瑜兄，我今天觉得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开心。我记得在4月初的时候，吴主席宣布他不参选下一届的总统，他要大公无私，让国民党真正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赢得全国人民信任的初选。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吴主席，我们做到了。我相信全中华民国的人民对国民党这样的办初选，这样的大公无私，这样的透明，这样的公开，这样的尊重民意，我相信我们赢得了人民的信心。我要再一次的感谢吴主席跟所有党内的先进同志，在办初选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许多的抹黑、羞辱，甚至误导。但是吴主席要给你按一个大赞，按一个大赞，国民党所有的同志按一个大赞。我们在这方面绝对赢过了民进党的蔡英文跟民进党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不民主的作为啊！我前2天看到国瑜在电视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画面划过去哈，我觉得他很像禅宗的六祖慧能哈。大家再看一看他的头型跟相貌，还真像哈。各位晓得六祖慧能啊，一心想要学佛学禅，但是他大智不是一个，所以被派到去什么？去劈柴，去扫地，大家都看不起他。结果就因为一个机子，这个什么呢？你知道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结果就得到了六祖的传的衣钵，但是后来被很多敌人追杀。我觉得他的情境很像，现在民进党开始要真正的追杀他哈，铺天盖地的追杀他。但是我相信慧能有这个能力，大家一起来做他的天龙护法，让他能够真正的为我们国家、为人民来做服务。亚中兄，我从今天开始称他大师兄，因为他也是佛门弟子。更重要的是，佛光山有我一幅画挂在那里，亚中兄去看了，他看了以后他说，中间有一个佛坐在那里，那幅画的名字叫做《佛在心中坐》。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一幅抽象画，我没想过有一个佛在中间，他看到了。他跟缅甸有一位高僧碰碰，看到这幅画同样的一个反应，有一个佛坐在那里，佛在心中坐。我没那个能力，我只是画一幅画。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叫亚中兄，大师兄你好。郭台铭呢，更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对象。各位要知道，这个里面啊，其实啊，里面有一个叫神秀，在要争六祖的这个传承的时候呢，有一个叫神秀，
的一个大师兄，他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叫做“身如菩提树，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他是很执着、很认真，合住了尘哈，对。但是啊，我觉得他这一个部分的努力、信心跟执着，我们大家应该非常的尊敬他。那立伦兄跟我一直都是好朋友，所以我形容他要比较调皮一点哈。身似多灵树，心如多面镜。我觉得他真的是也是一个有修行的人。但是如果讲到蔡英文的话，我就讲的比较直接哈。心如枯朽树，身是枯朽树哈，心如碎镜台，擦也擦不干净的，因为已经枯朽了。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哈，大家要做的是中华民国的天龙护法，中华民国的天龙护法。国民党的天龙护法，更要记得韩国瑜一定会被民进党追杀，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韩国瑜的天龙护法，好不好？我在这个初选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要拜托我们所有的选民，对韩国瑜有信心。有许多人讲，他才当了市长几个月，可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任何的政治人物要选任何的位置，要人民的民意支持。这次的民意是支持韩国瑜出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我觉得他最具有正当性，就是要听民意的。所以请大家相信韩国瑜可以把我们中华民国带向真正的繁荣、和平跟进步，也相信国民党的初选的公平公正，对于未来国家的治理也绝对会有公平公正。而且更重要的是，韩国瑜这段时间的努力，我看他瘦了很多，当然越来越像慧能哈，但是我觉得慧能一定要成功。我希望大家一起也来照顾他的身体，大家一起来帮他分忧，大家一起来帮他挡子弹。再一次的谢谢大家，谢谢主席，谢谢所有同志的努力，谢谢国瑜兄，谢谢。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同志为我们讲话。谢谢各位，谢谢主席，谢谢在座各位的好朋友。我首先呢，当然要恭喜我们的韩市长，即将要承担这么样的一个重责大任。我第二个呢，我也要恭喜我们的党主席，顺利了办完这一场公平而公正的一场国民党的初选。那这一次呢，我自己非常有荣幸的应邀到这边来，共同来面对记者。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了，发表我的一个感言。我把它定义叫做胜利的感言。然后我们已经点燃了照亮方向的烛光。各位，请容许我参考一下我的文字稿，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更精确一点。中国历史从来不是以成败胜负、得失、评是非，而是以能否坚持民族文化气节论英雄。我口说我心，我师引我行，无愧于心，无悔于行，是我的坚持。这30多年来，我在各种场域为国家奉献。这次我以鹦鹉救火的大愿，提出完整的理念、价值、论述及政策，投入这场为救党、救国、救两岸的选举。虽然没有赢得初选，但深信，在这混沌无名的台湾，我已讲出良知的话，做出应做的事，让已经对国家未来充满疑惑、不安的人产生了希望的共鸣。我与我的支持者已经播下了中华民国如何重启的种子。
点燃了照亮台湾及两岸方向的烛光，创造了拥抱希望的因缘。我们已经是胜利者。我期待本党及本党的总统参选人能够了解，只是凭借着讨厌民进党或参选人的个人的魅力，是难以赢得大选。要赢得大选，还必须仰赖2个重要的条件，缺一不可。第一是团结。执政的民进党为了延续权力以及私利，一定会用一切资源跟手段来对付本党。我深信，只有我们5位初选参选人相互截长补短，与本党团结一心，才能抵挡民进党的步步进逼，进而赢得大选。第二是理念。本党已长期失去理念，因而价值不明，论述紊乱，政策摇摆，进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坦率地说，这次初选，本党其他4位参选人的两岸和平、文化教育、军公教、年金改革等政策，完全无法树立本党应有的理念价值，更难以区隔本党与民进党在本质上的不同。本人在此次参选过程中，针对各项议题已经提出了不少的政言以及完整的治国方略，期望本党总统参选人以及本党能够勇于接受。我诚挚地向本党建言，理念是团结的基础，以个人领导或利益为号召的团结，以憎恶民进党为诉求的团结，都必然极为脆弱的。如同当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以理念来号召团结，以主义来救国建国一样，本党也必须用理念来引导团结，团结在共同的理念之下。我深信，本党必须是一个有治国理念、核心价值、完整论述、清晰政策的团结团队，才能够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回政权，赢回中华民国。感谢这段时间以及这30多年来曾经与我一起努力过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又往前迈进了一步，这绝对是一个胜利。我们不会以一场战役的输赢而怀忧丧志或志得意满，我们追求的是国家与民主最后的胜利。各位朋友，孙文学校与我邀请大家继续前行，为弘扬孙文思想、深耕中华文化、创造两岸和合而努力。各位朋友，此次参选，我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更不会对选举的意义颠倒梦想。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将铭记在心，也期望大家以理念团结，一起赢回中华民国，创造两岸和合，振兴民族中华。这必然是任重道远的一条路，让我们同心齐力前行。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敬上，民国108年2019年7月15日，再次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好的，我们谢谢张亚中同志。接下来我们请高雄市长韩国瑜同志我们讲几句话。谢谢。亲爱的吴敦义吴主席、曾永权副主席、郝龙斌副主席，2位党内竞争我的老朋友，也是让我最尊敬的张亚中总校长，7位，还有各位党内的先进，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以及这一次为了办党内总统初选所有辛苦的我们党部的同仁，非常非常感谢，心中充满着万千的感谢。第一个，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支持韩国瑜的庶民大众，支持韩国瑜这些基层民众。这1个多星期党内初选的民调，好多支持者都是这么坚持的，能够帮忙韩国瑜，守电话然后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一直不离不弃的在帮助韩国瑜，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首先要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大众朋友。第二，感谢党中央吴主席忍辱负重这一段时间，以及曾永权副主席跟郝龙斌副主席跟党内所有的同仁们，非常的辛苦，
办了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初选。事实上，一开始一直都是在高度质疑的情况之下，能够完成这样的一场公平的选举，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感谢。第三，我要感谢4位党内一起参加的初选的好朋友们。郭台铭董事长身上，我们看到这个坚毅不拔的奋斗的精神；朱立伦市长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论述佳、口才好、学识丰富，而且浩然之气，在朱立伦市长身上也看得到。习伟呢，永远带来阳光、欢乐，也言之有物，也能发人深省。张亚中校长身上，我们看到浑厚2个字，不管任何论述都非常的浑厚、雄厚、浑厚。然后呢，学识是非常非常好，见到好多朋友都欣赏张亚中校长的发言，好多朋友。我觉得非常感谢这4位党内的好朋友，在这次初选的过程，不光是丰富了我们党内的初选，激荡了我们彼此的思考，也让国瑜个人学习到非常的多。关于他们所重要的论述，我会请人来整理。在这里面，我们来整理完毕之后，有可行性的，相信我们5个人在思想上跟精神上都可以融成一体，来共同推动。再次感谢这4位好朋友，以及他们所提出来的宝贵的政策。第4个要感谢高雄市民朋友，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再一次跟高雄市民朋友来报告，执行高雄市市长肩膀上的这个责任，绝对不会懈怠。我还是高雄市市长，一定会全力来冲市政。承诺给高雄市民朋友的，我会全力以赴。感谢高雄市民朋友长期对我的关爱。最后，在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建设性的批判韩国瑜，或者有目的性的黑韩国瑜，我想讲一句心里的话。既然习伟讲了佛教的6祖慧能，我想讲我们佛教4个字：逆增上缘。越是被批判，我们的心性越坚强，越成长。凡是不了解韩国瑜的人，在批判韩国瑜这个过程，代表我努力的不够，我一定会尽量来解释、来澄清。凡是恶意批判韩国瑜的，希望能就此告一段落。因为我们都希望台湾社会祥和。如果一场选举每一次下来，就是让人的心揪在一起，整个社会充满了杀伐，充满了不愉快的负面能量，我想这不是台湾民主政治所要追求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我来澄清解释的，我会继续来努力。恶意黑韩的，希望能够就此告一段落。最后，我想这个5个感谢之后，我真的要讲台湾这些所有的台湾好朋友们，这3年多在蔡英文执政之下，真的过得太苦太苦。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苦，我们最担心的是下一代台湾的年轻朋友，真的是前途茫然。蔡英文执政这3年，我很想赞美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看到这3年的执政，我真的说不出口。每一个行业都忧心忡忡，能力实在是太差，而且执政这3年，用了一大堆虎豹狮象放在不同的职务，不停的掠夺，吃相极其难看，让人真的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这一场选举，民进党已经推出了蔡英文总统，国民党今天人选也感谢大家支持国瑜出来。真的，我想号召海内外所有的好朋友，以及特别是长期支持民进党的绿军朋友，张大眼睛看一看，到底你们支持民进党这3年多这么多年，到底是带来什么样的施政品质？到底带给台湾人民什么样一个信心跟希望？真的要张大眼睛来思考。蔡英文执政这3年实在是让人太失望，所以我想呼吁所有海内外好朋友，大家
能够冷静下来，我们到底要什么样政治人物来领导中华民国？我觉得今天我想提出这个呼吁，优质的、能够苦民所苦的政党、政治人物，我们当然希望继续；恶劣的、吃香喝辣的、鬼扯淡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政治人物，一定要下台。我想我今天大家看到，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一丝一毫的喜悦都没有。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而且未来要做的事情，未来面临的挑战好巨大。我个人没有任何喜悦，没有任何欢乐。我只希望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之后，得到各路的朋友的帮忙，我们一起来开创台湾美好的未来，我们一起来拥护中华民国，我们一起来帮台湾子孙万代开辟更光明、更灿烂、更富庶的道路。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好，我们下来请台上的先进同志请站起来，我们一起喊口号。好，请各位，我讲中华民国啊，不，中国国民党加油，中国国民党加油。好，喊3次，来，中国国民党加油，中国国民党加油，中国国民党加油，加油，加油。韩国瑜动算，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看到的这就是国民党有关的这一届呢总统初选的结果呢，上尾呢是由韩国瑜呢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哦。而这韩国瑜初选已经当选，已经是代表国民党咯。那安尼呢，郭台铭伊未来是要安怎行呢？一定呢对着2020年总统大选也未表态，这代表市长郭文哲咯，也一直互外界好奇讲是毋是伊郭科配的可能性。郭文哲今仔日呢无公开行程，不过呢也针对着相关的代志接受访问。一直觉得国家太乱，所以在考虑要出来选。可是现在蓝绿的人选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情况底下，你觉得你出来选还有正当性吗？等我想好再跟你回答。你觉得韩国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厉害吗？This is a good question。什么意思？我再想想看，不是这样嘛？这个是他要去说服台湾人民的嘛。市长他是你的前部属哦，那现在成为一个总统的参选人，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给他？也没有嘛，平常心就好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他没有什么期望吗？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以前没有很仔细想，现在开始认真想了嘛。认真想什么？认真想很多事情嘛，来。你说现在这个结果出来，让你想了很多事情吗？要开始想。那如果最后真的是他出现的话，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喊话吗？没有啊。没有什么话。还没想出来。你以前在他参选那个党主席的时候，有说他是唯一可以改变国民党的人，那现在还这样想吗？不过改变国民党跟改变台湾不一样啊，这要想一下。不是，因为你之前有说过，就是市长出来中间参选总统，其实你们都有很多东西要突破。那现在如果就是可能大致笃定的话，你会觉得说他们希望要有一些东西来对外界说清楚。什么？就是他们要怎么样突破市长中间来参选总统，怎么样说服更多的选民来支持？那就是他的责任，又不是我们，是他。那你会遇到一样的状况吗？这常常是一种，民主政治还是票等值嘛，所以它还是个说服的过程嘛，就常常是这样。市长韩国瑜确定出现，那如果郭台铭脱党参选，会不会造成国民党分裂？那人家都还没脱党，那些你们等代志，脱党的话会不会造成国民党分裂？等代志发生再来烦恼你啊。那我有一个谈一下嘛，你们跟郭台铭谈一下嘛。韩国瑜出现会不会让你提早宣布要选总统？也不会啊，就是这样的。常常是我等来我们这种急诊处或者是这种家务病房的医生的个性也等真的病人送到急诊处，确定伤势，再决定怎么开刀嘛。我是应该说韩国瑜出现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你的意愿或是决定的过程？会吗？以后再告诉你。那如果最后韩国瑜思考的怎么样？
郭科配思考怎么样？我就还不晓得，你看，不是、啊、已经确定是韩国瑜啦，啊，已经确定韩国瑜，那你要思考的是什么？因为他不太可能再反你要思考什么？你想要思考的是什么？不是啊，一样啊，这个所以是这样嘛。如果不对的，等国民党宣布再讲吧。第一点宣布以后，那他们就讲他们的想法是怎样，那大家听一听说。另外，在其他消息方面，中研空服员罢工虽然讲已经结束了，不过呢，劳资双方继续也搁伫咧协调当中。工会就希望讲这中研航空会当互罢工期间上班的地勤人员奖励，因此呢，中研航空也表示讲伫咧建议当中，操观众朋友做回来去听看卖咧。是希望说，在地勤人员的部分，那这个在罢工期间，地勤人员都非常的辛劳。那我们看到空服员其实也有 double pay 之类的一些就是奖励措施。那我们希望说，地勤人员的辛劳这边呢，公司能够给予一些罢工期间的资源津贴。大家调解的主题哦，就是说有这个变形工时的变更哦，必须要跟工会协商。那还有机场地勤人员的这个交通津贴的提升这样子哦。那还有就是国定假日的双倍薪资的要求这样哦。那还有就是在罢工期间的这个资源津贴的提升。上次协商没有成功，就是双方各自就主张的事项哈都要带回去再去做研议这样子。有民众伫人民册顶头有打出一张相片，这是伫平湖有一间真有名的卖场内底，有设置着化妆品的专柜，内底这Selina的看板，伊的面呢去互人画甲乌青漆白哦，也引起着网友热烈的讨论。有网友就发现讲，这相片当中Selina甲进前哦，甲阿翔发生无正常关系涉嫌，好亲像是有淡薄仔像哦。有人伫咧摇讲，是毋是因为安尼才会去互人认唔着，面才会去互人画甲乌青漆白？不过店员就解释讲，可能是这囡仔伤过节，摕化妆品乌白画，卖场常常会出现这款的情形，无需要大惊小怪。哎呦，这是啥啊？面内红画甲安尼，看卖啊下开签名哦，原来是艺人Selina。有民众伫人民册社团抛这张相片出来，讲平湖一间有名卖场内底化妆品专柜的Selina的看板，互人画甲花巴里鸟，引起网友的讨论。有人笑讲平湖的人是有偌讨厌Selina，另外嘛有网友讲相片内底Selina看起来真心正经，甲主持人阿翔小金，互人翕到的写心，敢讲这是因为认着人才会放乌白画的。一个好好的艺人被涂成这样，不过这样涂成这样，也不知道谁是谁了。不管他像谁，都不应该做这样的行为，这种行为很丢脸。店员解释讲，可能是囡仔摕化妆品来乌白乱画，嘛有可能是消费者为着试色水才安尼画。这种情形伫卖场常常拢会当看到，唔免感觉伤意外。那个每天都会有啊，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人乱画，然后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赶快清掉。像你现在看后面那些有的试用品也都被画得乱七八糟。虽望店的有大卖乌白画广告出来，不过干那嘛无啥效。店员常常拢爱找时间来甲切好清气，想袂到一张画甲花巴里鸟的相片会引起网友的讨论。普文的人应该是希望大家卖个乌白画啊，较有公德心的，嘛希望卖个发生同款的代志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热带雨林区开幕了后，也吸引到不少游客来参观。有民众就发现讲，这馆内其中有一只鸟啊，叫做猎猴胖虎，个性真洁，佫唔惊青云，而且呢，也佫会表演呢空中弹道高，同款的动作做几落届，就亲像是伫马戏团伫咧逼高人共款哦，好亲像是新一代明星共款。不过呢，保育员就解释讲，其实哦，是因为讲这种鸟啊呢，喙有较矮，如果无喙齿哦，食到比较大只的糖，就需要调整角度，安尼才吞得落去。伫空中攀升度高，喊一遍还佫无够，佫来第二遍、第三遍，结果无细字。到喙的肉都安尼落去啊！台北市立动物园热带雨林区的猎猴胖虎，从细汉到保育人员甲饲大，因为这款鸟啊唔惊人，吸引真侪爱鸟的人士来甲翕相。因嘛常常互民众翕到，敢若亲像马戏团咧人老的出头。其实会安尼做是有原因的。没有牙齿，他们是直接吞咽下去。那我们虫的大小有大概这样，有到这样的大小。那其实他们小小的嘴巴需要调到一个好的角度，然后再吞咽会比较方便。青金色的毛一层一层，猎猴胖虎主
主要是生活伫个热带亚洲地区，后来伫个金门嘛有真侪绿后蜂虎来出现。那动物园内底这5只，拢是互鸟母甲放杀的，才来变做人工来饲养。保育人员嘛甚至表康讲，这个鸟有歹习惯，有点像我们小孩子一样，偶尔会挑食。但是我们喂的蟋蟀啊，就不是它的首选。然后明明就已经接到喽，它还会吐掉。这鸟啊，若是食饱，因若是看到保育人员甲因饲的虫是大狗，各位无想要食，翘头就走。因平常时也无代志，就真介意徛伫个这个南花来看游客，嘛因为安尼带来抵输这个参观的动线，去踢车着。园方呼吁讲，游客咧看的时，脚步嘛爱小耍震动咧。后一遍若是看到绿后蜂虎因出来咧食物件，爱记得唔通甲因吵着哦。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大陆呢有一个女明星哦，伊伫咧唱着蔡依林的经典歌曲，所互网友讲好亲像是伫咧念经。详细情形广告了后，做回来关心。高8。欢迎继续登来咱新闻的现场。中国大陆的女明星迪丽热巴，伊最近参加着公益演唱会时阵哦，演唱着蔡依林的歌曲，不过呢，煞去互网友批评讲，那是伫咧念经咧。关人气的中国大陆女星迪丽热巴和查甫歌手花生舞上公益演唱会舞台来开唱，结果迪丽热巴独唱的时阵，伊的歌声引起讨论。我不听，我不听，骗我有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最轻骗自己。演唱天后蔡依林的单点舞曲，迪丽热巴还佫挑工穿这个乌衫红披风，几分似这个骑士的打扮。不过，伊的歌声所有网友来吐槽，讲亲像念经同款，袂耳嗨呢。因为这条歌曲内底有真侪念喙歌的歌曲，对于演员出身的迪丽热巴来讲，这确实是无简单。莫名其妙的欢愉，莫名其妙的欢愉，如同沙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就算讲迪丽热巴的歌声来互网友批评，不过嘛有人替伊讲话，讲安尼表示讲伊是唱真的，无用对嘴的，这就是上大的拍拼。记者综合报道。高子，我拜托你放过你自己，我拜托你放过周维维，好不好？我也是和你一样，我希望他幸福，你信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欢
欢迎继续登下咱新闻的现场。今麦天气，互人热甲挡袂牢，有真侪人哦，规气拢走去山顶较凉啦。伫南投溪头森林游乐区哦，最近敢若是平常时啊，每一天就有4-5千名这个游客，比进前是成长1成到2成。来到这，唔若讲会当爬步道，也阁会当训练到心肺功能。日头少美，加载有这片树林，就亲像一个保护网同款，才会当互气温维持伫超20度。这是南投的溪头森林园区，真侪人热天拢会来这佚佗，感觉很舒服。这边比较凉爽，这里天气真的很好，很凉爽。对。这阵啊，真侪所在体感温度拢超过40度，真正是热甲互人强要挡袂牢。真侪人就规气走去溪头避这个高温，因为这水很干净啊。然后泡在里面就是可以聆听水声，然后分多金又多，感觉很顺畅。来到溪头，唔但会当伫树林来散步，脚浸伫溪仔内底，互人心情真放松。鸟仔咧叫的声嘛，真做上天然的高响乐。平均呢，大概每天平日的话都有4-5千人以上，就是比以往的3-4千人都还要多了，大概1-2成以上。你开到市来享受天然的薰陶景，唔但安尼，阁有真侪体验的活动、甲体能的活动会当参加。热天烧烘烘，山顶嘛变作真侪民众上爱去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有功夫鸟禽，伫大陆安徽有一间野生动物园哦，进前就出现了一只功夫猩猩。原来呢，有一只猩猩呢逃走去，工作人员向前要甲抓的时阵哦，想袂到这猩猩敢亲像有练过同款，一脚呢就甲工作人员是踢甲远哦。大家看到拢惊一跳，上尾啊警方是出动，用这个麻醉剂，才甲这落跑的猩猩顺利甲抓回来。大猩猩对笼啊走出来，一个看到有人要甲抓，伊就随便变做有好功夫的猩猩。搁甲看一遍，唔知影这只猩猩是对倒学这招起卡扫的功夫，甲工作人员踢甲跋伫涂骹。工作人员是阻止猩猩外逃了，他就是不想让猩猩跑过去伤害游客，所以就想难一下他。好佳在工作人员无受伤，啊那这只大猩猩因为伫个12迄天落大雨，铁笼啊歹去，找到机会就紧逃走出去，远远进来疏散游客，关大门来甲抓。他只是就是有点调皮，喜欢跟人互动吧，可能就是对外面有一点新奇吧。想袂到猩猩看到有人要甲抓，伊煞情绪真激动，出手要甲人争，搁起骹扫，甲人踢飞去。为着惊这只猩猩过来攻击人，警方发射麻醉枪，猩猩吼枪射着哀一声，伊搁真巧会甲这个麻醉针甲飞开，过一时啊才昏去，伫个厝顶顶悬，互人抓着。园方表示讲，这只猩猩12岁，差不多是人类30外岁，过去嘛有逃走的记录。目前动物园已经暂时停止开放，全面来做安全检查，防止动物搁逃走的代志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子，我拜托你放过你自己，我拜托你放过周伟伟，好不好？我也是和你一样，我希望他幸福，你信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这里，你能说几句祝福我的话吗？我真的很不甘心，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以现在这个身份在试婚纱吧？你应该是我。但是我要结婚了。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健冠名赞助播出。来帮健身房拍形象广告，就是2位。好，抓到了。是有些人在一起很多年，到最后不见得会结婚，还有可能会分开。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
限时内2人需站在浮板上扭腰摆臀，率先让计步器达到指定步数的队伍即可过关。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你是怎么跟前男友分手的？说来听听吧，也许我可以把它写进我新书里。远程集团的一切你就交给张胜熙吧，因为我只是个私生子。你在胡说什么？你刚刚不应该这么冲跟你父亲说话。你在我老姐那边当特助，你会这样跟他讲话吗？所以你这注定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家暴你的前男友。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再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
高子，我拜托你放过你自己，我拜托你放过周伟伟，好不好？我也是和你一样，我希望他幸福，你信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这里，你能说几句祝福我的话吗？我真的很不甘心，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以现在这个身份在试婚纱吧？你应该是我。但是我要结婚了。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健冠名赞助播出。来帮健身房拍形象广告，就是2位。好，抓到了。是有些人在一起很多年，到最后不见得会结婚，还有可能会分开。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限时内2人需站在浮板上扭。欢迎继续登咱新闻的现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瓦莱卡斯区举行着年度用水烧钱的活动，当地是出现着40度的高温哦，民众也借这个机会来消暑，算卡真欢喜。新闻最后的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去看卖咧，我是小 B 点，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晚上好，欢迎收看7月15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出炉，韩国瑜44.8%大幅领先郭台铭的27.7%，两人差距达到17.1%。另一个焦点带你关心，宜兰童万节传出有男童疑似遭到色狼猥亵。新闻开始呢，就带您看到炎炎夏日又正值暑假，不少家长会带小朋友到宜兰童万节戏水，不过却经传有一名6岁男童疑似遭到袭臀骚扰。这名男童跟爷爷奶奶去童万节，站在水道边，突然一名大约160公分高、疑似高中或大学年纪的男子用力抓男童的臀部，让男童妈妈气炸了，在脸书上 po 文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泡在清凉水中，小朋友个个露出笑容。夏日炎炎，又是暑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童玩节消消暑，却没想到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传出有小朋友遭到袭臀。我儿子回家告诉我的情况是，他跟我说有一个大哥哥抓他的屁股。当我孩子形容给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都碎了。做妈妈的想到自己的心肝宝贝突然被陌生人不当碰触，心里相当不舒服。根据孩子说法，就在水床附近玩得正起劲时，突然出现一名身高160公分左右、看似高中或大学年纪的男子，穿着黑色连身泳装，脸上戴着泳镜，慢慢靠近，突然间伸出咸猪手抓了男童臀部后逃之夭夭。不仅男童吓傻了，陪同的爷爷奶奶也来不及反应。我听到之后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光天化日之下，大白天的，这么多人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妈妈事后也在脸书上发文，痛斥绝对不能姑息，提醒民众去童玩节要小心，也提醒孩子要保护自己，勇于指认。我们除了保全相关的证据供警察局来去做调阅之外呢，那我们也指派了一些这个水域方面的人员呢，加强的巡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再提高警力，来增加那个水区的见警率。园方已经调阅监视器，交由警方调查。警方也说会加强巡逻，希望别让孩童悠闲暑假变了调。这里柯燕报道。
孕妇遇上陌生人，一路尾随她回到住家社区。新北市一名陈姓女子傍晚回家，进入社区发现背后有男子尾随，甚至还跟着她进入电梯，吓得赶快报警。而嫌犯看到孕妇的家人跑出来，立刻落跑。最后社区保全冲出去逮到人，行为怪异的男子才坦诚，因为自己感情受挫，心情不好才会犯案。红衣男子急急忙忙快步走出社区，后头还有人在追赶。保全见状不对劲，上前查看，没想到男子却开始拔腿狂奔。会这么慌张，就是因为他刚刚尾随一名孕妇，差点就要闯进家里。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尾随一个孕妇进来，我真的好害怕哦。就在新北市新庄区14号下午5点多，一名孕妇在回家路上沿途被嫌犯尾随，原本以为跑进社区就安全了，但嫌犯还是跟了进来。当时被害人呢因为忘记带磁扣，才刚到警卫室借到，没想到呢一进到社区的大门口，嫌犯立刻又尾随上前，甚至还跟进电梯。离谱的是，嫌犯在电梯里头还上前攀谈，说自己就住在同层楼，孕妇吓坏了。电梯门一打开，立刻按家门口的电铃求救。嫌犯发现家里有人，马上落跑，孕妇家人和社区保全追了上前，同时报警逮人。也比较害怕了，也没有多问。后来他出电梯，他就跟他一起出电梯。后来他狂按电铃的时候，他姐夫出来开门，然后姐夫也看到说啊你是谁？该涉嫌人呢，他是因为感情的问题，那多日没有睡觉啊，精神恍惚。警方到场后，男子还一度否认犯案，但社区内冒出恐怖尾随狼，以及吓坏街坊邻居。而这名陈姓孕妇虽然只是受到惊吓，没有影响到胎儿，但还是提告侵入住宅，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害。记者张同、张世奎新北市采访报道。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终于出炉，民调的结果由高雄市长韩国瑜胜出，以44.8%大幅领先对手郭台铭的27.73%，而韩国两人差距达到17.1%。朱立伦则是以17.9%排名第3。韩国瑜亲自北上出席了民调结果记者会，郭台铭则是选择派代表到场，原本要召开记者会，也改成发声明稿。而郭阵营代表说，郭台铭会趁这几天稍作休息，并且思考怎么样的下一步才会让国家更好，要支持者稍安勿躁。今天要特别恭喜的韩国瑜同志，带着高雄市长韩国瑜一起分享胜出喜悦。5位参选人中有2